总是阮要学习，将这事交托主，愿你亲自来透帮阮，互阮会当搁一摆自由的灵运行伫阮的会中，运行伫阮的生命顶面。也愿上帝你引带阮，互阮伫今日的敬拜，无论环境如何，阮只有单单自神看主你，互阮会当领受到丰丰富富的恩典甲疼痛。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谢谢，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邀请你起立，请你找5个人，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主。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主。咱做伙伫上帝面前唱俄勒的声，俄勒的声音来俄勒上赞咱的主上帝。咱大声来唱歌。俄勒主，俄勒主，大声唱歌。举起咱两手来赞扬主生命。俄勒主基督。多谢着体为咱赎罪，你是弥赛亚，我上帝。主的正显明伫世间上，情稳定为日头看见，咱着谦卑跪落拍拍敬拜伊。俄勒主基督。多谢着体拯救万民，伊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俄勒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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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唱歌。咱做伙来拍鼓仔来俄勒伊。举起咱双手来赞扬主生命。俄勒主基督。体为咱赎罪，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的正显明伫世间风，是稳定为日头看见，咱着谦卑跪落拍拍敬拜伊。俄勒主基督，多谢着体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哈利路亚！伊是弥赛亚，阿门。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咱的上帝，救咱的主上帝。所以，搁一摆你要唱的时，你着抱着感恩，抱着上帝要救咱活命的心，做伙搁来唱这条歌曲。等于讲，举起你的双手，你着甲举起来。等于讲爱大声唱歌，你着大声甲唱出来。求上帝帮助咱有一个透棒的灵，做伙来吟这首歌。搁一摆来。俄勒主，俄勒主，大声唱歌。举起咱双手来赞扬主生命。俄勒主基督，多谢着体为咱赎罪。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的听，主的听，显明伫世间风声稳定，大日落看见，咱着谦卑跪落拍拍敬拜伊。俄勒主基督，多谢着体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的正显明，主的正显明伫世间风声稳定，为日头看见，咱着谦卑跪落拍拍敬拜伊。俄勒主基督，多谢着体拯救万民，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你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
要歌舞。我要歌舞，勇敢的君王，尊贵荣耀，上赞归来。我要歌舞，耶稣的名。咱搁一摆讲，我要歌舞，我要歌舞，歌舞你生命。用你的生命甲主讲。歌舞，勇敢的君王，尊贵荣耀，上赞归来。我要歌舞，耶稣的名。传灵的主啊，尊贵我救主，我要敬拜你，尊重应跟你。咱搁一摆甲主讲，全能的主。全能的主啊，你是尊贵的救主，尊贵我救主。咱着甲天使做声，甲天使做声，歌舞你生命。我要歌舞，我要歌舞，歌舞你生命。我要歌舞，勇敢的君王，尊贵荣耀，上赞归来。我要歌舞，耶稣的名。你是世界的拯救，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革命的志士，你的国度永无穷尽。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革命的志士，你的国度永无穷尽。举起举你双手，我要歌舞，歌舞你生命。我要歌舞，勇敢的君王，尊贵荣耀，上赞归来。我要歌舞，耶稣的名。主啊，我要高举你的性命，因为你是尊贵，因为你是值得配得阮高举你的名，因为你有能力，因为你是自由的灵，因为上帝你是搁真搁我的上帝。有时阮看袂到主，阮的心硬，阮亚做主你无存在，总是阮来知影，你是阮世界的拯救，是阮生命的帮助者。主啊，你唔那是阮的帮助者，你嘛爱阮的生命会当活出得胜的生命。求上帝你帮助阮，虽然我有无相款的劳苦重担，总是阮愿意将阮的生命交托给上帝。当阮搁一摆要来吟这首歌的时，阮的心、阮的灵，阮就放伫上帝你的面头前，求上帝你亲自来对阮讲话，互阮学习讲起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搁真搁我的主。我要用阮的生命来尊荣上帝你的圣尊名。
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愿要高举你生命，愿要高举天光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归来。愿要高举耶稣的名。也去咱的双手，甲主讲，愿要高举你生命，愿要高举天光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归来。愿要高举耶稣的名。甲咱讲，咱祈祷唔通停，唔通停止祈祷。听主的心，就爱哪久哪听伊，为哪听伊，为哪听你，世间虽有艰苦。饮气，我虽饮气无你，那苦的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咱安静来唱。虽无开咱岁月，因是岁声。我心有我勇敢，对你来行。
阮感谢你，阮来到你面前敬拜，阮来到你面前学乐，阮来到你的面前服侍主。总是阮的心无够火热，有时阮的心有多，只不过是要互人看见阮，看见阮家己。主啊，怜悯阮，互阮看无家己，会当了解阮的生命实在伫你。若无你，阮无法度通顺服；若无你，阮只有比别人较敖。求你怜悯赦免阮，帮助阮。若无上帝你的手势，阮逐项事阮拢袂会成。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学习来到你的面前，专心倚靠上帝，注神看主。阮相信，阮伫你面前要定心对主你遐得到大大的快乐。当心伫你的面前，阮要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学乐，献上阮的感谢，甲对主你的疼痛。愿上帝你继续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4节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基督与上帝怎么样和好了。我们又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信而进入那现在所占的这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欢欢喜喜仰望上帝的荣光。你有欢喜会当得到上帝的荣光无？甲你边仔兄弟讲，希望主的荣光光照你的生命，希望主的荣光光照你的生命。当主的荣光照着你的时，你会看见你是何等的需要主，互你知影要安怎行。圣经第3节讲，毋若安尼。伫患难中，也着爱欢欢喜喜。知影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出仰望无至到见效。因为所赐予咱的圣神，将上帝的疼安怎灌压伫咱的心中。所以你的心内有上帝的疼无？有上帝的疼，你对你边的人，甲伊笑一个，愿主的疼，甲你三个同在。甲伊讲啊！愿主的疼，甲你三个同在。咱人的一生体会袂到主的疼，往往亲像这段圣经在所讲的，因为咱的生命伫患难中，咱袂欢欢喜喜；咱伫患难中，咱无够忍耐；咱伫忍耐中间无够老练；咱无够老练，咱就袂生出仰望。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上帝连结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位来唱这首诗歌，这条歌，什么人会当互我甲上帝的疼？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孩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圣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
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咱搁一遍对头来吟。如果你袂晓唱的人，你会当伫祈祷的中间去体会这条歌曲的歌词。主的听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悬深阔。伊将伊所听的耶稣基督，成做咱救赎咱活命的主，放下伊的性命来为着咱定死伫十字架顶。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危险刀剑吗？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主啊，阮伫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救赎阮活命的宝血，来救赎阮的性命，互阮知影阮的性命有上帝你所疼，有上帝你的疼，互阮通过耶稣基督，阮要重新会当得到圣别，阮要重新分别出来性命。来得主你的欢喜，因为阮过去是一个罪人，总是当阮认捌主耶稣了后，阮的性命就爱无相款。恳求上帝你继续引带阮，常常伫主的疼的内底去分享、去见证、去荣光上帝，就是用阮的嘴、用阮的手、用阮的脚、用阮的心怀意念，拢会当行出有主疼的性命。愿上帝你引带阮，互阮伫今日的敬拜。每一个人拢同齐得到上帝你满满的恩典甲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边仔兄弟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欢喜甲你三角敬拜上帝。感谢平安。平安。这时咱来看公道的事项，咱甲你看，咱做共同开声，咱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愿你信心伫阮的顶面，阮要为着全台湾，特别伫阮所需要的事顶面，阮需要逼出来祈祷，阮要通过祈祷的内底去经历上帝。我们伫祈祷的中间去看见上帝你的荣光。主，阮知阮的信徒每一个人，阮需要伫灵性、伫心灵内底，通过祈祷，通过生命经历。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阮知影踮伫你遐有恩惠甲慈悲，甲阮三角伫地。我嘛感谢你，赏赐阮有招庇恩典，有够热。阮看天顶的鸟食咧飞悬飞低，山里咧百合花，虽然会拄着风雨来摧残，但是上帝你要疼惜伊，养饲因。你讲所罗门王的荣华富贵，
无值得鸟食甲百合花。愿知主你的恩典真正大，因为因拢是你所创造的，拢是属于你的，阮嘛是属于你。阮对你的回应，阮来温魂做工，来报答你的恩典。虽然伫阮每一个人的行踏、景物、重担拢无共，阮确信伫你的实果下面，阮无跌到惊吓。是，因为你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灯。阿门。阮感谢你伫阮的社区儿童音乐营、夏令营顺利来结束，这是信仰的证据。这个愿望，纵然阮无法度马上来看见，但是这个信仰，入捌主你的真理已经落实伫因的心内。因已经有听见主耶稣这个名，这个名是主爱的，恳求圣神继续来陪伴因、感动因，有份伫你的宝座前来领受恩典。天父上帝，阮知，阮的身体有时软弱衰微的时阵，兄弟姊妹有身体受伤、有手术、有需要静养来恢复。主你医治的圣神陪伴因、感动因。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有天口的时阵，主你要互你天口真做欢喜、快乐、乐的声。愿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做来经读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和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咱做来启用启用文63篇。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1章，神是对五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所有事会着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神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为创造的。安尼看袂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对神，阿伯比该阮献搁较好的祭物互上帝。对这个神，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神，伊晓得讲话。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搁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要信上帝的存在。可信伊会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对神，挪亚对还未
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即个神，以定世间人的罪。佮根据即个信，伊诚做义的继承人。对神，阿伯拉罕受掉，得要承受最产业的时，地的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要求伊有顺坦出去。这个人通用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即时，咱要请献歌队带咱来学乐。献歌队所要献的诗是听阮的声。
感谢圣奥弟带咱学乐，我靠上帝的名，我靠主耶稣的名，的确稳当赢。这时，咱来看消息通知。咱来看消息通知9月消息第一，对本主日开始，本会增加圣道礼拜仪式中的感动。天数有改变，每一周服侍同工，请共同来配合，准时参加主日的礼拜以及天数，并且伫会后来领受牧者的册签甲祝祷，才来离开。另外，咱的平安礼也有来改变，咱伫会后伫1楼有来共同。来享用即个地点交易，咱会当互相搁较人脉结认迄种较深的关系。第二，本周小组聚会正常举行，11点到12点，有破冰诗歌，搁有讲道的讨论、代祷、分享、见证。到最后是咱会当平安礼来离开。第三，本会伫顶周。礼拜3到礼拜6的暑假儿童营已经来顺利进行完成，感谢上帝平安的带领甲引带，愿福音的种子会当传播伫每一位参与的儿童、青年、老师的身上，会当扎根，会当受坚固，为着因的性命带来丰富的稳定甲大快乐。第四。本会青年要定伫7月16拜日上午9点到5点举办骑脚踏车去郊游因的目的地是安平进行活动详细咱会当看公布栏，会当鼓励邀请中生甲高中生做伙来参与。下面咱的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看，若毋对，咱会当向咱的财务来更正。即时我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启示录3章19节到22节，咱做伙来看。既然我所听的人，我责备来警戒伊，所以就奋志来反悔。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得胜的人，我要互伊甲我同坐伫我的座位，亲像我得胜，来甲我的爸同坐伫伊的宝座一样。22节，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咱圣经读到遮，咱请钟兰用华语要读一解。启示录第3章19到22节，
凡我更正17节，你说也不然，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卖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那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咱请所有的小朋友好不好？甲青年吼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到前面来。哎，牧师咱做伙来为这些青少年吼，甲这些细囝来祈祷。来，雨虹一起来，雨虹一起来，对，很棒哦，一起来领受祝福哦。好，来，小朋友来，我们一起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对，手牵手，我们一起手牵手，一起来祷告，手牵手一起来祷告哈。好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上帝，愿将这些细囝、青少年，甲主日学的老师，交伫上帝你的圣手。上帝，你听因，你互阮会当有份成做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是何等的在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阮的生命会当得住你的拣选，嘛得住你的疼痛。愿上帝你祝福这些细囝、甲青少年、甲这些老师，互因彼此学习伫上帝你的真理话命的话，也互因的生命伫不断学习的中间，会当见证上帝你是个真个活的上帝。用因的生命，用因的功课，用他们的生活来见证他们是属神的儿女，是得胜的，是神所喜悦的。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加油！上帝祝福你们，哈！上帝祝福你们。咱去一摆普仔声，甲因鼓励，好不好？好，甲因鼓励。每一个细囝，每一个青少年，咱拢鼓励伊。今日雨虹哈，第一次参与我们在牧师可以为你做祝福祷告。未来咱嘛要鼓励这些细囝甲青少年。牧师一直感觉做一间教会吼，有真侪细囝因对主日学，但是到国中了后、高中了后，他们就离开教会。如果父母亲认为说就放任他们，没关系，他们有他们的自由。有一天，上帝会带领他们回来。我要跟你讲，真的会很难的，不见得哦。有些我记得我们的新天老师新天老师他从高中他们是我记得我们的同工，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得蒙这个福音。可是实际上我们是需要陪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认识信仰里面要去多一点陪伴，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能够彼此互相喂养神的话语。好，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期待你，咱做伙来学习上帝的话。期待你，咱做伙来学习上帝的话。顶礼拜牧师跟咱分享，咱的教会，上帝教会，大桥教会，如果若无法度通互人拄到上帝，遇见神，甚至体会到上帝性情的同在的所在。如果咱这个所在无法度通互人体会到，我伫这会当遇见神，那你觉得这个地方有没有上帝同在啊？有无？其实是无的啦。若有的话那会袂感动啊？敢毋是？所以咱若有的话，是安怎有的人伊服侍清清菜菜，对无？然后清清菜菜就会使啊，我何必苦，就爱搁较尽心，无必要。所以我一直咧思考一个问题：每一个参与服侍的人，包含顺服上帝徛伫讲台也好，参与敬拜团也好，参与每一个当跟人接触的交代也好，
咱每一个工课、教会工课，拢爱互人体会到，我看到你，就看到啥？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疼，看到上帝存在、总在伫这个所在。所以，如果伫咱的中间，咱若互人看袂到、拄袂到上帝的时阵，我认为咱有可能亲像主基督伫对这个老底嘉教会，甚至这个地区的人咧讲起，你是无小无领的人啊。所以兄弟姊妹，无小无领对一个信徒来讲，对一个城市来讲，我无数可能讲过，这个城市老底嘉所在。老底嘉城，因这个所在需要透过希拉波利旁边啊哥罗西这两个城市的引水来得到这个水源，对无？所以如果因无法度通得到这个水源，就算因得到啊，无法度通发挥这个水源应该有的功效，安尼所领受到，敢有路用？无路用。那像你伫遮听牧师讲道，听下了，对你的生命无帮助。上帝话伫你的心中无法度通带来啥得胜的快乐，所以上老牧师一直咧甲你边仔人讲，甲你边仔人讲，这毋是牧师无代无志，一直咧叫我做这个代志，性情自然对我讲话就好啊，牧师你莫阁叫我做啊，甲你边仔人讲，这有当时是主要对咱讲的声咧，这有当时是主要对咱讲的，为什么我安尼讲？牧师做足侪譬如吼，譬如我的爸爸妈妈。对细汉一直咧甲我教导，甲我讲这个话，阮过去拢袂爱听啦。啊，袂爱听的时阵吼，遐物件就真做我甲我的爸母的关系就安怎？好啊是歹？歹啦，因为你袂爱听嘛，你袂爱听，你甲你的爸母的关系敢会好？袂好啦。相反，基督徒当咱看上帝的话，咱无想要听，咱嘛无想要去行，安尼请问上帝的话，敢有法度通互你？甲上帝建立关系无法度，啊！你若甲上帝无法度通建立关系，你敢会蒙福？我相信嘛，应该嘛袂啦。吼，这是一个足自然的逻辑概念啦。吼，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咧探讨主对老底嘉教会所讲起，你毋通做一个无小无领的人，一直咧甲咱提醒。咱伫教会，咱来到教会，你有备办无？吼我用两种的角度，咱来思考看卖吼。我来教会有需要先以我生活优先做条件，先做开始，我才通来做礼拜。也是我会事先安排好我的事情。无论如何，我去到神的面前，我才可以专心敬拜上帝。这两种的角度敢有同款？一种是啥？一种是啥？一个是头前迄个是以家己做中心，对无？后壁迄个是啥？是先有准备的。无论是伊的情景是安怎，伊就是想尽办法，我为着要调见上帝。所以这两种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昨有一对翁仔某。因是新当加入伫咱教会，来到咱教会，因嘛是共款咧，跟牧师咧讨论有关工作、生活的代志。我只有甲因鼓励一项代志：恁甲上帝关系是安怎？恁到底安怎？你好好啊去跟上帝建立迄个关系。所以，我相信这是咱学习伫上帝面头前，咱来思考。顶一礼拜牧师跟咱探讨14节到16节，讲你着写批互老底嘉教会的天使讲，迄位阿免忠信、佮信实的见证人，上帝创造的君王安尼讲。我知你的行为，你无领无小，我较爱你，看是小还是领。既然你哪轮小，哪轮啊小，就是安尼小看小安尼尔啦吼。无正小也无正领，我特别对我的喙，甲你安怎？推出去，这个我是什么人？我是啥？我知这个我是啥？不是上帝啦，主基督啦。你看启示录的第1章内底啦，就有讲啊，老底嘉教会这7间的教会，拢是主基督对这7间教会所提醒的哦。所以今日咱要做伙来探讨，
当咱要讲起要让人遇见神的教会，我们就从用基督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看待，他怎么看教会，我们就怎么样，就试着去学习，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不要成为这样的教会。阿们。所以弟兄兄弟姊妹，主基督一直咧甲咱提醒。当耶稣讲，我知影恁的行为，兄弟姊妹，你有知影你的行为是安怎咧敬畏上帝无？当你该奉献的时阵，你有奉献无？当你该回应上帝的时阵，你有回应上帝无？当你知影应该爱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求讨的时阵，你有甲上帝求讨无？还是讲无要紧啦，顺其自然就好啦。兄弟姊妹，牧师一直有甲咱提醒过，伫咱信主的生命内底，顺其自然当然迄是足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信主的人了后，其实顺其自然已经毋是信主的人应该爱有的态度。注意哦，行动的态度袂当叫做顺其自然啦。爱不相时爱谨慎祈祷，敲找到底上帝心意要提醒咱安怎做。所以兄弟姊妹，主讲我知影你的行为，你无领无收。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安怎讲？伊爱安怎做？伊讲，如果你若无收无领吼，所以我就安怎，我要对我的嘴安怎，甲你推出去。哦，我看到这句吼，我就想着讲，这主吼，敢若甲咱夹断伊的喙来吼，啥要甲咱推出去？你什么意思？你毋知？你食物件吼，什么物件你会甲推出来？啊？不好吃，不是不好吃而已，是不能吃，对不？鱼翅你敢样食？袂使嘛。哦，当然鱼翅有做者钙质，好，但是迄个状态是安怎？我感觉耶稣伊讲即句真趣味，互我思考着。阮常常伫上帝面头前，你敢有相信上帝除伊以外无其他的拯救？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你相信上帝除伊以外无别个拯救无？有无拄有的人相信哦？有的人相信讲哦，我爱靠什么人较稳当？我干嘛靠上帝？对无？对无？吼，如果你的爸爸，如果你身躯边有一个做有能力的人，你敢会先去找伊，还是先找上帝？大部分拢是先找迄个人啊。吼，其实咱伫上帝面前，咱敢会好胆讲主啊，除你以外无别个拯救，我干那要我靠你。伫世间的亲像，我只有靠你，我才能得到救。这种信心的生命就无相款。所以兄弟姊妹，真侪人伊对信仰的看法，一直认为是安怎伊的生命会无烧无冷啊。咱这回来看几个。第一，我是一个资深的信徒啦，长老执事啦。什么意思？有可能你对圣经，有可能你对啥？你对你服侍的经历，你真有经验。但是你对信仰生命应该爱转变、改变的生命，你一点仔感觉都无。了解我的意思无？你认为我就知影，这礼拜来几点啊？这礼拜就安怎做啊？敬拜团带歌就安怎带啊？唱歌就安怎唱啊？但是伫你的生命，我看你就看袂出有听，看袂出你有一个顺服、愿意的心来互上帝甲你管教。我嘛常常咧甲我家己讲，王主啊，帮助我。虽然有时我的囝儿脾气无介好，吼行为无介好。我嘛是主的面头前，主啊，我认罪悔改，我的教法有问题，求你帮助我。我袂因为别人甲我讲无啊，迄毋是安尼啦。我的囡仔吼，伊安怎，我袂去为伊解说啦。讲伤济，迄拢是啥？迄拢是问题啦。吼，颠倒是安怎？你爱去思考人是安怎会甲你讲，你可会知影讲，你不是假借你是一个资深有智慧的人。所以我感觉咱伫上帝面头前，咱来学习。谦卑家己，顺服家己。另外一种会无小无冷的，就是你会为着家己的需要，较赢过亲近上帝、敬畏上帝的时间。好，家己的需要是啥？甲你边仔兄弟讲，礼拜三吼有时间，大家就做伙看直播，无就来参加拜三暗时的祈祷会。来，甲你边仔人讲者，鼓励者，吼，礼拜三吼有机会拍开咱的直播吼。你若真正较暗，目睭无好，行动无方便，
你就一定看迄直播嘛。啊，若会使行动方便，咱就做伙来参与。吼兄弟姊妹，有当时咱为着自身的需要，会忽略爱亲近上帝。我有一个同工甲我讲，牧师，你敢会使莫安排我莫安排人祈祷吼？安尼吼，人较会想要来教会聚会啦。我讲毋对呢。啊，若无想要来教会，原因是因为牧师请你祈祷，安尼伊甲上帝关系，伊来教会原因是为着啥物人？是为着我来的，了解我的意思无？我感觉为着上帝来的，为着要来亲近上帝的人，伊袂去考虑着家己自身的需要啦。你袂晓祈祷，你敢会无想要去教会？会袂？敢逐个人拢无爱来教会，是因为袂晓祈祷，惊爱祈祷安尼呢吼？这是真大的问题呢。对信仰无小无领，就是这个问题啦。你若看重家己的需要，较大过你亲近上帝、敬畏上帝迄个时间，祈祷敢是敬畏上帝、亲近上帝的时间？是诶。啊，若是安尼，你无必要烦恼祈祷。祈祷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呢。等下牧师用几段圣经再给咱看哦。圣经咧讲的祈祷对咱的生命是何等的要紧哦。另外一个无小无领的原因是啥？你对家己的利益的热切较火热啦。就是讲你期待当通过甲人的关系，会当安怎？若无利益的关系吼，这我袂特别热切啦。吼，啊，若跟我无关系，反正我就教会就点点啊，安尼做一个人信徒就好啦。这就是无小无领的一种的感受。圣经内底箴言16章第30节呐，你所做的就要安怎？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怎么样？必成立。祷告难道不就是我们跟神在建立关系吗？对不？你无建立关系，你免来交托上帝。我一直感觉有真侪人，昨我看这对翁仔某，伊咧甲我问，伊讲牧师，伊是一个做虔诚的基督徒，伊的太太，因翁要跟毋是基督徒，伊做军人的，因太太咧甲我讲，杨牧师，圣经里面你觉得什么样子的交托才是交托啊？我说交托唯有你自己的生命去经历，你才会知道什么交托的程度有多少啊。我说我的生命是经历到死亡啊，所以我知道唯有我交托给主，我才可以活啊。所以你问我交托上帝要到什么程度，只有你的生命去经历，你才会知影。所以兄弟姊妹，启示录甲咱讲，耶稣讲，你既然亲像温水，无小无领，我的确从我的嘴甲你配出来。什么意思？伊咧暗指基督会放弃一间教会啦，会袂？会啊，这就是主基督咧对老底嘉教会咧讲的话啊。教会有可能会互主耶稣基督弃杀无？会呢。所以是安怎有个人，伊伫教会无法度通得到温暖，伊无法度得到疼，伊愿意出去外口2、3个就做伙，伫厝内就当祈祷啊，敬拜上帝。伊无爱去教会，因为我去甲大桥教会，逐个人面拢拗拗，面拢袂烧借问，逐个拢艰苦坐挂，就算有艰苦，也袂欢喜祈祷上帝，求讨上帝，提供一寡意见互我，不会把一些生命的经验分享，让我了解认识这位上帝。兄弟姊妹，教会这点有需要改善无？最重要。当教会欠缺时，大家有个人讲啊，迄因兜较好呀，迄互因来奉献就好，有无？有最近一间教会是安尼哦。牧师去过几6间教会吼，有诶比咱教会80几个人诶哦，80几个人哦，咱几个人？咱平均几个人？40几个人。你看咱一礼拜诶奉献吼，咱是4、5千块。因80几个人哦，嘛是4、5千块哦，你就知影差别伫倒啊吧？还有100几个人的哦，较5、6千块。你会了解到一间教会，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是一样，信徒拢惊奉献生命，奉献金钱，就咧看待一个人伊的生命奉献的程度啦。所以牧师毋是要讲，我讲道是要爱咱去奉献，毋是。
我的意思是讲，咱伫上帝面头前，咱对上帝国度的需要，对上帝福音的需要，对上帝希望得救的灵魂哪济，爱咱去传扬福音，将咱的性命去做见证，咱有较无无？兄弟姊妹，基督对性命有何等的要紧？腓立比书4章60到7节，应当义无挂虑。他拄牧师有讲到无？你来教会，因为牧师会请你的祈祷，请你代祷。哦，你的挂虑有很多啊，你有义无挂虑吗？没有嘛。圣经里面说，应当义无挂虑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所以祷告是没有挂虑的。你不能够因为我害怕，我不会祷告。我捌带过青少年吼，伊讲。我请伊祈祷，中南嘛捌。我中南，请你祷告。下次我请你祷告，伊甲我讲，牧师我不会祷告呢。他笑一笑，我说没关系，祷告就怎么样，稍微怎么做，你对上帝的感谢，就简单的，伊讲主，我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我感谢你，我说很好，下一次你要更多的经历，到底你感谢什么？分享出来。因为当你分享出来、分享出来，就是在诉说，你在回想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间给你的经历。我会当给你来带我祈祷，我要透过祷告，你带我祷告，也同样的经历认识这位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基督徒对祈祷敢通惊吓，唔免惊吓啦。好，顺其自然，这个时阵就顺其自然啦。好，来。上帝自然圣神，甲你引带，吼有人讲牧师，你较有祈祷，你叫人祈祷，当然你会当较自然吼。其实毋是，其实牧师有捌分享过，你也毋相信，你问阮爸爸妈妈，较早阮细汉的时阵，我毋是做牧师的时阵，大学的时阵，其实我祈祷嘛无啥会晓。阮爸爸伊嘛无啥会晓祈祷，但是豆豆啊，阮每一个专家，大家人拢会操练，不断来一直操练，越来越会祷告。我们的指挥玉成。他一开始也不会啊，可是自从他开始祷告了以后，他祷告完圣歌队，真好祈祷，其实不是真好祈祷，是操练啊，对吗？是在那个情况下，他是被操练出来的。所以兄弟姊妹，一个人的祈祷，当然要紧的不是做好祈祷，要紧的是跟上帝关系有好无？那跟上帝好的人，伊的祈祷就无问题。若甲上帝关系无好的人，伊唔敢见上帝啦。安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兄弟姊妹，你要了解哦。当你无要祈祷的时，其实咱是咧靠家己哦。圣经马太福音书第7章第70到第80节安怎讲？来，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圣经甲咱讲，耶稣甲咱讲，求就互你。咱基督徒佫无要祈祷吼，你感觉？你讲无，牧师你较有祈祷，你来为我祈祷。我咧想讲，我若无为你祈祷，你等于厝里拄着问题。你袂晓祈祷，你无死甲做歹看。了解我的意思无？你不是活得很惨吗？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兄弟姊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主的人，愿意要来学习认捌这个主上帝人。祈禱足要緊，好，耶利米書29章12節，安怎講？講安怎？來，我們一起來讀。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不管這個故事的頭前後邊，伊在講啥？至少咱知影，先知耶利米甲咱提醒，講恁着愛呼求啊，主甲咱講，恁着愛呼求啊，祈禱啊，甲我建立關係，我就應允你。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唔是活伫家己的世界，活伫家己的教會內底，你期待講我就來教會啊，我嘛無願意去學習祈禱，反正我有來教會啊，自然上帝甲我祝福。其實唔是安尼爾。牧師期待你會當佫較無相款去體會信仰的意思，就是你要有工具啊，你要有工具啊，你要有禱告作為你屬靈征戰的工具啊。禱告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要幫助我們。與神做很好關係的建立。聖經馬太福音書18章到19節到20節，安怎講？我閣甲恁講，
若是恁中间有2个人伫地面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伫天灵的爸的确为恁来成全。所以，咱会当透过大道、团队，做伙的祈祷带来功效。所以我一直感觉，一间教会，当咱若愿意搁较侪祈祷来敲找上帝的心意，我相信咱的生命自然伫上帝面头前，咱会做好准备，甚至咱会当出外，咱会当做好的精神。昨暝我含即对翁仔某伫讲话中间，咱的同工入来，我讲请这位同工咱做伙来祈祷。我感受到是啥？这个同工有准备好，但是有当时我讲的准备，毋是讲你真正有准备啦。有当时真正伊无准备着，但是拄好伫这中间，伊就反正无要紧啊，顺这个圣神甲咱引出，伊就祈祷。所以伫这中间，伊祈祷煞的时阵，这个兄弟同我流目屎。我足感动呢。有当时伫这过程的中间，上帝互咱所看到，真正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所以兄弟姊妹，祈祷真正会当操练，因为咱若无安尼操练，圣经嘛有咧甲咱讲，今仔日的圣经17节，耶稣是安怎讲？如果咱若无烧无冷，伊要甲咱推出去。因为迄当时老底嘉城，或者老底嘉教会的信徒，也是这人，这个城市的人，因是富足的。耶稣讲：你讲我好业已经大发财，拢无欠缺，你却毋知影你是悲惨、可怜、善食、失明，甚至阁赤身裸体。兄弟姊妹，老底嘉这个所在是真做以弗所甲叙利亚这东方必要经过一个真重要的商业的所在啦。这个所在呢，老底嘉这个所在因为伊真繁华，真正富裕，所以主耶稣提醒这个信徒讲：你讲我是富足的，已经大发财，什么物件拢无欠缺。其实这是耶稣咧甲因讲，恁足骄傲啊！这互咱做什么提醒？兄弟姊妹，你的家庭生活有足平安无？该有的拢有啊吧？对无？但是恁敢知影教会有欠什么？甲你边仔兄弟讲欠人，讲啊，拢毋敢讲哦，欠人啊，这拢空位啊，拢空位呢，这毋是欠人吗？欠人啊！咱有想到，当上帝互咱教义的时阵，其实咱就当亲像这老底嘉教会这信徒同款，咱亚做咱已经够啊，我们足够。可是我们不晓得主在对我们说话。兄弟姊妹，老底嘉伫西元61年的时阵，亚细亚这个大地藏大地藏甲其他的城市，因捌倒过。以弗所甲撒狄这2个城伫中间的中间，政府有甲因补助，但是唯一就是老底嘉这个所在的好业的所在，因讲毋免，阮无需要政府甲因补助。甚至呢，因感觉，因认为，因无需要这物件，因连对上帝的教会嘛是相款。所以，迄当时一个罗马的历史家叫塔西图伊捌写一个著作，伊安尼讲，伊讲老底嘉人自力更生，堪作为模范啊。他们过于富足，不靠政府，也对上帝冷淡。所以兄弟姊妹，这互我想起一项物件，就是圣经内底，耶稣捌做一个譬如，讲10个在色女，10个在色女摕灯火伫迎接新郎，有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戆的。这5个愚戆的，就哪亲像咱即马信主的人，无咧准备油，伫敬圣祈祷的基督徒。兄弟姊妹，咱会愚戆无？有时咱是愚戆，咱无了解，咱就哪亲像这5个愚戆的人。我甲这5个愚戆的在色女甲因当作无准备有几种人啊？一种人叫做困苦的人，还有一种叫做可怜的人。
我毋知你会感觉有当时你足可怜无？你有看过有诶基督徒感觉伊足可怜的？有无？有哦。伫咱信徒，咱的生命有当时咱感觉家己足可怜哦。你有感觉你足可怜无？跟你旁边的人说，希望那个不是你。好，希望那个不是你。人伫可怜的环境的中间，你会感觉家己啥物拢袂当做，对无？好，我著要死啊！我著安怎啊？我无法度，我足可怜的啊！我会记我妈妈过去拢常常安尼讲啊，真正啊！我迄当时拢看我妹妹吼，我拢一直鼓励我妈妈。我妈妈你毋通安尼想，上帝有伊的时间，要调你转去嘛有伊的时间。你毋通讲吼，上帝要调你走啊！足可怜的。那时我国中哦，国小国中的时候，阮就常常听哦。我常常看到我的爸爸拢讲无啥要插伊哦。我爸爸，你看无要鼓励妈妈？我爸爸我讲，假啊！因为伊做翁的，做翁婿伊知影。但是我会当理解，人伫迄种可怜的环境的中间，伊会愈来愈感觉家己足可怜。生活中常常拢咧讲。所以兄弟姊妹，这敢是愚妄的？是。因为当你伫欠缺不足的时阵，你爱做啥物代志？祈祷啊，对无？爱读经啊，去了解上帝心意、上帝话咧，甲你讲啥嘛？兄弟姊妹，这是足自然的概念。所以，即摆咱爱去思考。第三种，他都我讲困苦可怜的，佫有一种叫做善食。好，你有感觉信主啊足久吼？你有感觉无信心无？会袂？做代志无啥信心有无？信主的人嘛无信心的，你茫想信主拢足厉害呢？无哦，信主的人爱考验的是信心哦。所以如果你要洗礼，你准备的时阵，你爱想讲你的信心有因为哪信这个上帝，你的信心有哪加添无？好，你爱知影哦，迄个挑战一直来哦，真正哦。我会记得我过去捌带一个兄弟，嘛捌去因兜去拄偶像，信主。但是伊的信主的过程，是因为伊的太太的关系来信主。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并无好好去认捌圣经内底的这位上帝甲耶稣基督。所以后来，当伊看到环境的一个变化，这个牧师走啊，伊就安怎？他就跟着离开教会了，而且从来就没再去教会了。最近他女儿脸书在跟我讲，说牧师，你最近好吗？我一看到他女儿来跟我回话，我就问候他爸爸。我说你爸爸有没有去教会？一共没有。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把你爸爸的电话给我，那是我的责任。我希望能够带领他，带伊有机会搁一摆来认捌真理，来认捌这位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其实这个过程的中间，牧师是要讲的，当然拢有看起来敢若顺其自然的代志，但是其实咱爱去思考，到底咱有真做一个丧乡的人，还是可怜的人，还是困苦的人，咱唔知影要安怎行落去无？安尼有可能，咱就真做啥？这主人要来啊吼！主人来啊，讲啥物？其他的在修女吼，对咧也来哦，讲主啊主啊，甲阮开门，这无准备的人讲主啊，甲阮开门好无？这个主新郎甲伊讲啥？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唔捌恁，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咱伫教会遮久的时间在亲近上帝，咱爱好好思考，到底咱是毋是有教业热切、渴慕去经历？上帝的确会让互你认捌到福音的要紧。所以，兄弟姊妹，罗马书第5章30到50讲啥物？咱今日讲的，伫患难中也着安怎？欢欢喜喜，患难中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出毋望，毋望无抵到见效。最后，你才会当体会到，赐予咱的圣神将上帝的疼放伫咱的心内。所以，一个人是安怎？伊拄着患难、困难，甚至伊的能力、生命力，拢无遮个物件。因为上帝伊嘛感受袂到上帝疼伫伊心内，因为头前遮个能力拢无啦。患难中你爱去操练哦，要安怎欢欢喜喜哦，这足困难的呢。有当时是你工作无啊呢，某一个学校的老师，因为伊的头路失掉了后，伊的头路无去了后，过去伫学校的内底真热切，祈祷、读经、带学生认捌上帝。
但是当伊的工课离开了后，伊若无搁再热切敬畏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上帝期待咱，咱毋通成做愚公的人，咱着爱更加伫上帝面前来认捌主。所以兄弟姊妹，耶稣甲咱讲，主甲咱讲啥物？我苦劝恁，甲我买啥物？3种，经过火试炼过的金啊，搁买啥？8衫穿，搁买啥物？买药啊，目药，买啥物？顾你的目睭，这要创啥？这3种。第一种，咱知影金啊，若是经过火，就若像迄人的生命，爱经过熬炼过啦，你若无经过熬炼过的生命，那是不是真正的金子啊？第二种，什么是白沙？咱知影白沙上顶的叫做圣洁，圣洁的生命对咱人基督徒的生命有啥物？有喙，有手，有骹，有脑，心思意念。咱的喙会讲白贼袂？会啊！你有听主无？大部分的基督徒拢无啥敢讲哦。我讲一句话安尼好啊，但是真系牧师来到你面前，私底下甲我较美，你有听上帝无？有，你敢讲哦？但是你无拄做会到哦。其实咱人咧讲袂出啦，所以咱伫主的面头前，咱甲咱的囝，我有当时我讲我足疼我的囝，但是我的囝做迄个互我生气的代志足生气的。所以你的太太，你的翁。迄是上帝为你匹配的，你会真正甲伊听无？你敢真正有甲伊听？是干那嘴咧讲的，还是讲白贼话？注意哦，要小心哦！你的手有当时你真侪咧做拍人的代志，你的骹咧行暗路，你的心毋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咱即马有足侪手机啊，有足侪色情，足侪无好的物件。当你无小心看到的时候，你的心内你会安怎做？还是讲无要紧啦，顺其自然啦，大家人拢安尼啦。最近我有看到一个兄弟，伊咧甲我讲，伊讲牧师，阮较早咧做兵这种做自然的代志啦，这无啥啦。伊讲无啥，兄弟姊妹，这就是问题。第3种目药，买这个药啊，膏抹你的目睭啦。为什么？咱的目睭爱看好清，什么是真理啊？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间，你会看到真正的真理无？最后牧师用一个鼓励期待咱的生命，期待咱的教会会当真实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教会。高俊明牧师过去伫白色恐怖的过程的中间，伊经历什么叫做生命的迫害，所以后来伊捌看用一个这个以赛亚书第1章第10节到17节。牧师紧紧来讲过，这段圣经在讲：你们这些所多玛的首领啊，要聆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些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的上帝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献上许多的祭物，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厌烦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肪，我不喜欢公牛、羊羔和公山羊的血。你们来朝见我的时候，谁要求你们带着这一些来践踏我的院宇啊？不要再带毫无意义的祭物了。我憎恶你们烧的香，我无法容忍你们又作恶又举行庄严的聚会，就是你们的素日、安息日和大会。我憎恶你们的素日及各种节期，他们成了我的重担，令我厌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掩面不理；即使你们祷告再多，我也不会听，因为你们双手沾满鲜血。你们要洗净自己，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的恶行，要停止作恶。你们要学习行善，追求正义，帮助受欺压的，替孤儿辩护，为寡妇伸冤。葛俊明牧师伊写一篇诗，叫做《礼拜是罪恶》。伊用以赛亚书这个章卷，他写了一篇。他怎么说？这一篇的诗篇叫做“礼拜是罪恶”啊。伊安怎讲哦？礼拜是罪恶，祷告也是罪恶，献祭也是罪恶。我讲献祭是啥？你知？咱伫教会，咱即马有咧献祭，
基督徒来到教会献祭叫啥？叫做服侍啊！我们在服侍神，我们献祭奉献我们的生命在这边服侍人，这是一种献祭啊！献祭也是罪恶啊！有当时咱徛伫遮，但是咱的心是种硬哦。咱听袂落牧师领袖甲咱讲的话，咱听袂落哦。咱的心硬，敢若像个石头共款哦。你的辩论哦，你的骄傲，讲你开讲的拢讲对哦，献祭哦，但是你还一样在献祭哦。我要告诉你，这是很恐怖的事情。主说着，高俊宇牧师他说，主说着，不要乱践踏我的殿，出去吧，不必举手了。我掩着眼睛不看你们，祭物不必再带来。我憎恶那个你们的信仰是迷信啊！你们祷告的手污染了弱者的血，你们的祭物只是发出欺诈的恶臭。唉，主啊，你看见我们的礼拜，深怀反感。你把我们的盛会断定是恶的，把我们的礼拜称为那是我的重担。有没有？你来服侍上帝，服侍上帝的当工，有当时你有安尼想无？重不重担啊？子安会不会重担？还行，感谢主，真的哦。很多信徒有很多服侍上帝的同工，会把我们的服侍是觉得是重担哦，把我们的礼拜称为那是我的重担，因为你毫无生命，因为没有对良善的思慕以及对公平的热忱。主啊，惩罚我们吧，并且使我们有对真理的强烈渴慕。牧师用最后这段圣经节期待，就是让咱来回应耶稣主耶稣基督对老底嘉教会最后讲的话：讲你看，我已经徛伫门外在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门的人，我要入去找伊，甲伊做伙食，伊嘛要甲我做伙食。你有想要甲耶稣基督做伙食无？去买这衫、白衫、买金啊，去买啥？互你会当看清楚真理的目睭，互你知影来到上帝面头前是真是用什么的生命来回应上帝。这就是主咧甲咱讲的。当咱若安尼做，咱若愿意，伊伫门外拍门，听见伊的声来开门的人，伊要甲咱做伙食。甲伊做伙食的人，伊毋若要互咱做伙，甲咱做伙食，伊阁要互咱成做一个德行的人，甲咱做伙同坐的，伫天灵安怎宝座顶哦。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耶稣讲的这话，互我真大的激励。期待咱亲像19、11所讲的，我所听的人，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所以耶稣讲什么？主基督安怎甲老底嘉教会人讲？19、10讲的，着热心，着欢喜。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通过伊的话，不相是学习，要安怎热心伫主的面前服侍伊。嘛，互咱常常认罪悔改，互咱的生命更加有气力来荣光主上帝。咱这位同心来祈祷。主啊，亲爱主耶和华，主耶稣基督，当阮追求上帝，阮要专心来追求你的真理，听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阮要找到，阮要看见阮生命的智慧，找到阮生命活的意义。阮首先，阮大心就爱顺探上帝你的命令。阮生命的改变，甚至阮要学习将阮的生命带到主你的面头前，恳求上帝你来赦免阮的生命，赦免阮有侪侪对主你的亏欠，赦免阮的心有侪侪无愿意的心，公硬的心，无有疼的心。当阮愿意顺探主你的引带时，主啊，你的确甲阮三合之地。上帝啊，认捌主你的人，就需要倚靠主你，因为当阮倚靠你的时，阮的心就无有骄傲；当阮祈祷找求主耶和华的时，你就要应允阮的祈祷，救阮脱离一切生命的惊吓，互阮更加有信心，甲有气力，会当伫福音讲传的道路顶面来荣耀主。愿上帝你加天赐互阮，
继续坚固伫阮众兄弟姊妹的家庭生活甲工作，常常伫祈祷的中间来追求上帝你的心意，有热情的活力、疼心、信心，做好和睦有疼的使者。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时，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神圣诗574首，咱做伙起立。你日子有心可主，天然中也心可主，虽然我的心真切，心可主就伫阮地，时时刻刻心可主，日子快过着可主，无论啥事地包围，心可主就伫阮会，求主精心献出工，叫我做人我得当，受你引带我稳当，心可主做伫头旁，时时刻刻心可主，日子快过着可主，无论啥事地包围，心可主就伫阮会，路途边踏着阴时，路中行兄求叫伊，拄着危险免摇拽，心可主就伫引带，时时刻刻心可主，日子快过着可主，无论啥事地包围，心可主就伫阮会，真一世人心可主，地虽灰无也可主，到月通入白厝，这是我可主阮事，时时刻刻心可主，日子快过着可主，无论啥事地包围，心可主就伫阮会。咱有缘咱请坐，这个时请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你安尼地听我。
多小的你，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你爱你的听我多多小的你。主啊，我的家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给你，因为我无够也保佑甲经文，为当献给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唯一的困求，是你该感动我，献上我所有，愿我的一生，正做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咱依愿徛咧，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你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请坐。咱用台语、华语安怎读一解。无，咱来看咱的周报就写，咱做用台语来。既然我所听的人，我责备来警戒伊，所以就愤志来反悔。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3章19节。这是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牧师伫遮来介绍新朋友吼，叫做陈汉忠吼，陈汉忠兄弟，咱请伊起立，咱互我先甲伊鼓励，欢迎你来，小等下当做伙到1楼的所在，啉一杯咖啡啦吼，跟咱做伙兄弟姊妹咱甲伊熟悉，真欢喜，咱今仔日虽然咱听序小可做一个调整，抑佫有无介周志的所在啦吼，总是咱嘛会当期待每一摆，咱会当将这听序会当用得佫较顺序，咱豆豆调整啦吼。牧师嘛邀请咱7月份的寿星吼，请起立好无？7月份的寿星吼，咱做伙来甲因唱一条生日快乐歌好无？吼，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满，咱看因好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满满。感谢主，咱做伙同心来为着因来做祝福的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享受伫即个有疼的大家庭。主啊，若阮的教会要成做你的欢喜的殿，阮嘛意爱当阮的兄弟姊妹有生日，当因年会哪加添一岁，阮的心嘛向你献上感谢。愿上帝你加添赐福因，无论生活工作，甲因的家庭生活的中间，拢会当满满得到上帝你的顾守甲平安。毋但互因年岁加添一岁，嘛互因的灵性甲主你的关系嘛哪加添，赐福因头前的道路，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是邀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圣事，阿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至到万世。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阮，互阮的生命更加明白，阮袂当做一个无小无能的人，阮更加爱伫上帝你真理活命话的中间，更加温存学习认捌上帝你的话，互阮毋但较侪祈祷，较侪经历，嘛互阮的生命会当为着主你的福音，继续来做福音的使者，做美好的见证。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立倒。